地事苏康康要来看到苗栗县议会讨论要通过规台湾头一个山鸟麻保育自治条例。议会伫咧大会讨论，引起了一寡环保团体伫咧外口乌烟，大部分的议员煞拢反对，案件嘛已经退回。另外，苗栗县的议员郑自然和馆长对写也未煞场，开议进前，伊嘛奉劝馆长爱加读一寡册，唔通干那食激素。支持通过。 数十个环境保育团体的成员，伫咧苗栗县议会的头前，丢布条甲标语，大声喊讲要求要通过石虎，也就是这个山疗麻保育自治条例，并且有得到8个议员来出面相挺。苗栗县政府提出这个山疗麻保育条例草案，针对超过1公顷甲1公里以上的这个公共工程。 就要伫咧规划甲时间的期间，向这个石虎生态的专家来提出咨询，这是上基本的要求。这已经是一个最卑微的要求。石虎保育自治条例通过之后，我们的地价就会下跌。请问这到底是哪里有这样子的根据？ 不过，大部分的议员拢认为讲，苗栗县政府是全台湾保育这个山疗麻上好的县市，所以有上济的山疗麻的族群，目前就应该先来去调查清楚这个山疗麻活动的区域，再来配合中央政府国土的计划，才会当定出完整的山疗麻保育条例。另外，当地这个大陆转来的议员。 郑自然，因为含这个馆长的建会还未煞，伫咧开会进前，奉劝馆长唔通过来利用苗栗县来晒太啊。奉劝我们的馆长，拜托你，真的还是要多读书一点一样多谦虚一点的。你已经这么有名望了，再来，你身体这么结实了，不要再吃激素了。 看这个郑自然和这个馆长相前的配会，伫咧短时间内是无法度来收煞。按若讲这个山疗麻的保育自治条例，经过议会表决，嘛敢若有9个议员赞成，25个议员反对，所以专案就互退回去。记者综合报道。